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高雄市长补选，经过标出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硕士论文是共抄的风波，伊本人也宣布讲要放弃硕士学位。台湾防疫成功，日本宣布讲会和12个国家进行边境管制协商，这12个国家也包含台湾。 中美的斗争也到领事馆咯，美国限制中国伫72点钟内要甲休斯顿总领事馆关起来，中国也未反制。讲到高雄市长补选的问题，正刷逼出国民党的候选人李美珍硕士论文是共抄的风波。李美珍日今透早也出面甲会室内，也宣布讲要放弃硕士学位。不过外界也是继续伫甲伊批评，亲像民众党就呼吁国民党就爱思考，敢要互李美珍继续来选。民进党也认为讲，这根本就是假做假做。 论文抄袭风波拖烧几啊天了后，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23日起伫竞选总部拿考拿会室内，伊表示愿意主动放弃中山大学学位，希望重点放伫咧政见。我个人年轻时的不查，造成学术伦理的争议。为了避免此一话题继续的延烧，造成社会的困扰，我郑重宣布。 放弃我中山大学在职硕士班的学位。论文刊写抄袭，和李美珍的形象受到伤害。民众党认为国民党应该思考李美珍做候选人的责任性。若是李美珍却认为甲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有部分选票顶他，外界认为论文事件对吴益政有利。我希望市民多看到我们的政策。我常讲哦，出在外面碰到，你说啊，吴议员我支持你。 医生，我支持你，是因为你所说、所言、所做支持我，而不是说讨厌那一个人我支持你，还是我喜欢你那个党我支持你。哦，我会很挫折啊。李美珍放弃学位想要挽救，不过学校声明讲，即卖法规并无家己放弃的规范，也是依法来审查敢是抄袭。外界嘛传出爱李美珍放弃竞选，对手阵营的陈其迈认为，敢是要退选是个人的选择。 那国民党也应该要来调查，说到底这个论文的真伪嘛？既然江启臣主席也是政治学的教授哦，他应该对于这个论文的真伪，他应该有判断的一个能力嘛。去陈其迈点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伫面册顶悬破文，认为李美珍已经面对错误，应该对这件代志来探讨高等教育甲在职专班的困境，敢若有解决问题，才会当继续向前行。 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出席亚洲生机大会，认为台湾的生意产业会真有发展。另外，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说发生论文共抄袭的风波，蔡总统也认为讲候选人应该对外说明清楚。另外，针对着中美之间互相踢领事馆的状况，蔡总统也表示讲会密切注意。 全球头一场亚洲生机大会伫台北盛大场场，这场今年上大的实体生机会展，也结合线顶形式举办。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的防疫成就受到世界注意，看好台湾的生意产业会是后一个条湾产业。去年生意产业营业额成长了8.7%，成长幅度是近年来的新高，投资总额也超过了551亿。 我们相信生医产业就是台湾下一个造园产业。近来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涉嫌论文抄袭，不过李美珍却将目标指向蔡英文的论文，表示若讲蔡总统回应，伊也会以同款的标准回应。蔡总统对此表示，候选人应该对外讲清楚，也再度强调家己的论文甲学位拢说明过无问题。 现在我们讲的在高雄发生的这个个案啊，除了候选人要好好说明之外，我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一定的体制啊，可以来验证这个论文的真伪。对中美互提领事馆对立情势，哪来恐惊影响区域和平，蔡总统表示密切关注，必要时会有应付作为。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措施啊。这整个过程确实会影响这个，不仅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区域的很多的国家。
另外，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甲国民党近来外交电文风波敢是会要求贴查规个事件，蔡总统无加做回应，只强调有关电文外交部已经做过说明，相当当事人也拢出面澄清，指控甲报道爱有证据，唔通用单方面自行串联性、猜测性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中美之间的冲突战场不时伫咧摊开，针对着中国长久以来拢偷摕美国的商业机密、甲智慧财产，连武汉肺炎的疫苗资料也是共偷摕。美国政府虽要求中国着爱甲休斯顿总领事馆关起来，相关人员爱伫72点钟以内因离境。不过中国也准备要对美国反制，要求美国领事馆着爱关起来。就伫美国政府下令关掉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了后，无偌久，馆内传出大火，也阁惊动当地民众甲消防队。因为这间领事馆被美国指控是中国伫美国军事间谍活动的重要据点，被小调是倒一寡文件，互外界真好奇。I think that element of what exactly is burning and why and i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have to be reported out in the coming day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that and what kind of documents would even exist and why it wouldn't be electronic. 实际上，除了休斯顿，中国驻旧金山的领事馆也成为目标。美联社报道指出，联邦调查局 FBI 提出文件显示，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创一名叫唐管的通缉犯，伊伫申请访问学者的这晚签证时，隐瞒有解放军背景的身份。华裔美国政治分析家张家敦更较进一步的指控，中国利用领事馆做据点，散布假信息，甚至分散示威用的工具，煽动美国国内争夺紧张。对此，川普政府不排除进一步关掉中国驻美外交机构。As far as closing additional embassies, it's always possible. We are setting out clear expectations for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have. And when they don't, we're going to take actions that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protect our securit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also protect our economy and jobs. 中国除了由外交部发言人伫北京发表强硬声明，驻美外交官员也对美国发声，呼吁美国收回命令。It's unimaginable for me to see any hot war or cold war between such two big countries. It's a disaster to two peoples and also disaster to the whole world. 中国伫美国的重要外交机构，除了华府的大使馆伫南方的休斯顿、北方的芝加哥、东方纽约以及西方的旧金山、参洛杉矶，拢设伫领事馆。美国伫驻北京大使馆之外，包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参香港等大都市，也拢有领事馆处理签证等事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客庄旅游馆开放登记的第2天，不过系统又原是出现过样。客委会也宣布讲，甲活动搁再延长2天，到后礼拜2，也就是7月20日。不过彰化县却认为讲客委会无公平，是因为县内面的河洛客文化区，唔是客庄旅游馆的使用范围。客庄旅游馆开放民众登记的第2天，平台还是卡关，甲登录点落了后，过10号表钟才有动静，结果出现的却是显示错误。客委会推出价值800块的限量客庄券，连续2天拢伫咧透早就故障。客庄券的内口座伫咧早起8点26分公告讲，请大家暂时莫登记，按算9点进前就会恢复。结果到8点55分，按算是无法度解决人数超磅的问题，佮发出公告，请民众等系统测试了后，再过来登记。我女儿是我在旁边观赏，你女儿就是试不进去怎么办？怎么办啊？就不要啊！觉得说就是客委会怎么没有做好准备？你觉得他们从来有做好准备过吗？那可能要检讨一下，只一次成功，其他都没成功，我就晚一点再弄就好了。客庄馆搁一届出包，1秒钟的流量至少有20万人入来。行政院长苏贞昌23伫咧议会当中，请政委长虹来斗处理，长虹下晡去客委会甲因协助。今若客委会原本按算2日结束登记，即马客委会嘛决定延长2天，到28，也就是后礼拜2暗时12点为止。另外嘛改做29才来抽口啊，甲宣布得奖的名单，而且甲登记了后的网页改好较简单，加上降低流量，改善用起来客的情形。因若对客委会表达不满的，还佫有彰化县，为着要甲客家的军员甲基地找倒转来，彰化县埔心乡公所最近这几年才甲客委会争取经费，修复当地的老厝南昌堂，要做推广河洛客文化的场所。因若这波客庄馆下用的点头，彰化县是拢无半径，埔心乡长甲彰化县府拢话无公平。
因为我们埔心乡营造这么多客家的景点，我们其实我们很热切的希望我们客委会能够振兴我们这些比较偏乡也不算偏乡，算是比较资源贫乏的乡镇，能够挹注更多的一个补助经费。河洛客是去予河洛人同化的客人，就算客委会规定讲客庄县下用的县市，客人的人口都要超过1/3才会用的。不过彰化人要是认为进行活动，因要是无予重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纸本的振兴3倍券会当换现金的头一天，财政部处长冷清华预测讲，这几日一定有真侪人会来换，真侪金融机构也拢专门设一个专门的柜台要来服务人客。另外，行政院也通过纾困3点控，要追加预算2100亿，未来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台湾银行总行早起就设4个换3倍券的专门柜台来备战，就惊讲要换业者收税必须要维持特殊，毋过早起来柜台敢少少几个人。台银表示，长期往来客户，台银嘛会派人去店里来收3倍券，避免排队点到浪费伤侪时间，而且这季度嘛成功达成分流的效果。长期往来的客户，我们也进行这个对外的这个收取营业部呢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收回500多万的这一个券，因此呢，这一些也都有效的疏解了这一个可能带来的排队的人潮。预计这几天应该是兑换的这个高峰期，早上目前看起来是还不是很多。3倍券到7月15开始消费，到业者会当换一个23这天已经超过1礼拜时间。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表示，会来换的人有偌济，虽然无法度预测，毋过各大银行柜台必要时阵都会加开专柜来寻求营业。若是本3倍券，阁有纾困产业等等的措施，拢阁需要经费。行政院确定通过纾困3点控，追加预算2100亿。受补贴行业包括制造业、贸易服务业、会展业，阁有国外旅客为主的观光运输等等。而且嘛，新增加对原游戏业的补贴。编列2100亿元，包括防治经费383亿元，纾困振兴经费1717亿元。用来作为员工薪资以及营运资金的补贴、疫苗研发、采购等等。追加预算，各以经济补贴部的1376亿上济，主要用伫咧3倍券、企业融资贷款、保证等等的经费。行政院会23通过了后，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立法院长尤锡坤表示，目前调党团想要伫咧8月中召开第2届临时会来处理追加预算案。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因为签证到期，香港政府说无要继续拍签证予伊，一寡办事处人员也就要离开香港，回来到台湾。陆委会伫今仔日，搁再呼吁香港政府就要赶紧处理，台湾这边也用平等原则对待香港驻台人员。港府应尽速依相关便利安排处理我方派驻人员签证问题，我方亦将以平等及互惠的原则处理。那么，对于港方未来如果仍然持续对我住处运作做出不必要的这个干扰，我们的驻港机构会坚持到最后，直到委曲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负重为止。根据着香港媒体引用香港政府的讲法，讲有2位香港驻台湾的人员，因的居留签证台湾政府无允准，也已经登到香港啊。陆委会是回应讲，台湾这边是遵守着台港双方换文规范，驻香港办事处从来唔捌做过超过规范的代志，所以也无要接受无合理的限制。咱的副总统赖清德伫今仔透早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庄如泰，感谢日本政府真侪届伫公开场合肯定台湾的防疫表现，也因为台湾的防疫有成果，日本也宣布讲会和12个国家进行边境管制协商，这12个国家也包含着咱台湾。另外9月15要举行联合国大会，咱的外交部也讲希望照着台湾防疫成功经验，希望台湾的声音袂当互世界摆渡。副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全玉泰，双方感觉真欢喜。对武汉肺炎疫情，日本政府几摆公开肯定台湾防疫表现，赖清德更加是表达感谢。这对台湾的民众来讲，都是很大的鼓励。
所以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那我们相信呢，双方相互开放这样子的一个松管的一个管制的这个措施，可以有助于台湾跟日本的一个经贸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深化。也因为台湾疫情稳定，日本日暗宣布将甲12个国家就监管放零措施登记协商，其中包括台湾。外交部指出，将量早甲日本讨论。另外，联合国大会将伫9月15开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国领袖将一同也参加。外交部强调，台湾今年推案会延续以往诉求，并且将台湾防疫成功的经验结合伫推案论述内。我们在诉求方面有延续性，有延续性。我们其实过去几年非常务实、温和、理性的诉求呢，其实国际社会的反应都非常的正面。台湾在防疫方面的成就国际社会都高度的肯定我们也会当然会结合在今年的推案的论述里面。但重点指出，虽然伫联合国大会推案难度相对悬，不过有愿希望让国际社会听到台湾的诉求，以继续累积国际支持台湾的动力。为了提升台湾伫国际的辨识度，立法院表决通过号召救命案。外交部表示，会以立法院决议接落各界意见进行相关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进入4天的连续假期，所害武汉肺炎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21日就新增加病例有795个人，特别是 Osaka 一日就增加到121人，23东京又搁增加366人，这寡拢是破一日增加纪录。日本政府也呼吁民众爱较接地处理，较袂受到病毒的威胁。日本看煞，咱来看香港。香港22到23一日新增加的病例拢超过100人。香港政府也讲，疫情有愈来愈严重趋势，未来有可能会实行更加严格管制措施，因为公务人员在家办公的规定也延长到8月初2。香港疫情也继续伫咧升悬，连续2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超过100例。港府指出，7月16到22日，一礼拜内有543例确诊，其中481例是本土甲相關嘅病例，甲7月初8是明顯壓懸。本地個案或者與本地個案有關嘅個案咧，有207宗。所以睇翻以上嘅數字咧，我哋見到本港嘅疫情仍然係處於上升嘅趨勢。22日香港則新增加113例，創下新高。23個增加118例，其中111例攏是本土病例，包括2個警察、1個入境處的職員、甲醫療輔助隊的隊員等等。另外，有幾個間餐廳的員工確診。喺東華三院鳳亭中學嗰度教書㗎啦，咁佢最後一次返工係7月17號咁樣啦。咁另外我哋都有位警察啦。因應疫情，香港政府嘛宣布公務員伫咧厝內做工課，延長1禮拜到8月初2。23開始，強制掛喙暗的範圍，由公共交通工具擴大到室內公共空間、甲交通總站，還有搬車的所在等等，攏總14天。因為公立病院的隔離病床使用率超過70%，病院管理局嘛甲李希門度假村的檢疫單位改做社區隔離設施，隨時啟用。我哋都覺得呢個已經係幾有效同埋幾大嘅力度去舒緩醫院嘅二線病房嘅嚇。香港專家建議講，若是本土不明感染源嘅病例繼續伫咧壓懸，等於是看袂到嘅傳播鏈伫咧社區內底繼續咧傳，政府愛想辦法追蹤，嘛愛考慮量早宣布禁足令，才會當互疫情轉好。針對這點，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未排除會採取更加嚴格嘅防疫措施，比如講甲商場關起來。不過，針對敢是因為合併檢疫，加做第3波疫情的空棒，是無加講啥，敢若強調講，當局已經加強防疫措施。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佇新北市貢寮的貓澳灣，最近互碃水遊客發現講海內面有無爆炸的炸彈，軍方認定講有13粒佇咧海底，目前也已經封鎖區域啊，禁止遊客去遐耍水。軍方也打算要用引導炸彈佇海底爆炸的方式處理，也甲當地居民有共識啊，但是要處理咧，就佫愛討論。在咧碃水的過程，雄雄發現海床頂管有新鮮的微爆彈。最近碃水的人在新北市貢寮區的貓澳灣海域發現海底有拿像炸彈的物件，軍方事後確認，水下10幾米深的所在尚無有13粒。未爆彈的海床位置就在福聯國小的面海正前方，現在這裡都設立了告示牌，禁止遊客進入戲水。對，因為其實我來這裡很多次，然後我就想說，來這裡可以玩水，夏天很熱嘛，然後
对，没想到就封起来了。我们有带换洗衣物，对，就想说来了，然后好好玩，就白带了这样。宝湾桥1200公尺的海滑线，上无200公尺的范围，去用围做危险的区域，禁止生水呛水。啊，毋过海巡人员也是有发现钓鱼的人甲游泳的人下过封锁线，所以用放送头甲因扣抗。某渔船外海食海出现未报单，居民嘛拢真惊吓。当地有老大人靠印象来判断，是日战期间美军轰炸日军的插座补给船，沉船了后，船顶的炸弹才对咧沉入海底。潜水课发现到以后，我们问了当地耆老，他已经85岁了，他就跟我讲说：“李长，我在12岁的时候，我的记忆性啊，有那个日本的硬弹船，它是木壳船，被美军轰炸，然后沉到刚好福联国小外侧那里的海域那边。”所以来要安怎处理？军方考虑若是要搬未报单，危险性较悬，所以建议伫咧水下现场爆破，而且伫咧23甲居民开会，水面爆破飞出来范围敢若120公尺以内，嘛等于讲会以上短时间来完成。上瓦近爆破区域福联国小表示会尊重军方的安排，啊，毋过呛水是福联国小的特色生态课程，原本后礼拜要举办的夏令营，可能得看状况，考虑讲要延期。那大概我们了解到要移除的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爆破的话，我们可能就配合做人员的撤离。会议结束了后，当地里长指出，居民已经有共识，同意爆破。到时阵会进行路面交通管制，禁止游客入来，啊，还有疏散渔船。啊，毋过爆破的日子也搁等待军方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27岁美国查甫人用商务人士的身份入境，说诈骗7公斤台湾也未合法的大麻。入境了后，随互台湾警方抓到。一位美国旅客说讲，炸这寡大麻入境是因为辛苦病痛需要，唔知影台湾是非法的，警方也该移送法办。拖着行李行出桃园机场，这名27岁台裔美籍的查甫人，虽被警方锁定，伊为洛杉矶坐飞机，22透早5点外来到台湾，也毋过伊的行李箱内却藏有一级毒品大麻。警方逮捕了后，在桃园机场埋伏，以及已经准备出关到当场被抓。以这个商务邀约的来台，因此他想说，就顺便就假扮我们警方查扣的这个毒品。警方查获11包的大麻花，重5.6公斤，也有17罐大约1公斤的大麻菇，含有大麻成分的烟弹电补品，全拢伫离真空袋啊，佮用黑色的塑胶袋啊包装。也毋过嫌犯家己讲，有过动症、脚有毛病，才会使用过路性的大麻来疏解疾病。风险，他因为长期居住在这个美国洛杉矶，而且洛杉矶它是属于可以合法使用娱乐性的大麻。四帮嫌犯伫今年1月，捌以探亲的名义来台，伫疫情爆发，边境管制程度已经登去美国，想袂到即摆再度来台，以商务名义入境，却想要跨境走私毒品，警方以涉嫌运输毒品罪将人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一定会食凉水，一定会食冰。不过台北市卫生局去调查市面上卖冰卖饮料的，所发现讲有3间改善了后，油罐无符合规定，因为大肠杆菌油罐超过标准，而且都是真出名的店家，咱也做回来关心。澳洲热天，民众来一杯冰凉的饮料，真正是真清凉。也毋过台北市卫生局抽检，市面上山的冰糕甲配料有3间复检了后，也是无过关。像这间位置所讲，复检店内108抹茶茶浓、抹茶冰沙、大肠杆菌群，复检油完超标，业者已经有风险的落价，并且重新检视制作流程。我们的那个过滤水要放 filter， 还有那个制冰机要清洁，然后个人卫生，然后就是做的过程也是再看一次，就是再改善。除了108抹茶茶浓被验出有大肠杆菌群超标，也有春风号台北公馆店的雪兰红茶店家公布前，这个品项已经暂时停卖，环境甲工作人员制作流程也拢有重新检讨改进。相关的这个设备跟样本，我们有先采样，然后先总检验。那我们也会之后去经常去看他们的作业情况，然后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环节到底是出在这个设备啊或品管还是哪一个上面。另外就是2楼美食餐厅的美食咖啡大肠杆菌群同款超标。我们有做消毒，也做整改这样。我们也后来在整改完之后，我们有再把水啊跟冰块都再去送检，那也都很隔了。
针对复杂有案无合格业者，北市卫生局以违反食安法开罚3万。它的可能污染的来源会有包括粪便、水质，那还有包括冰品，那包括食材，那也可能是人员卫生不良所造成。后续卫生局也会把这些业者列管，那后续再去做追踪。北市卫生局表示，食品中检出大肠杆菌群伤侪，虽然毋是食品中毒变杆菌，也毋过可能代表制作过程的卫生状况、食材、器具甲包装过程受到污染，也是员工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有影响，店家也是爱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全球疫情第2严重的巴西，自1天就新增加码68000人感染，到今也已经要到223人染病，83000人死亡。因为总统波索纳罗体检3摆，犹原是阳性的。另外，秘鲁的医疗体系过拢崩盘，医护人员也拢染着病啊。这回武汉肺炎伫拉丁美洲加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造成超过400万人感染，175000人死亡。巴西总统波索纳罗第3届的体检也是阳性，等于是爱继续踮伫歌声内底办公。日面对支持者，伊是比出爱心的手势，甲家人摕出来互记者翕相，还佫甲喙暗摕落来咧讲话。O teste que o senhor fez foi rápido ou foi PCR? Não, foi de nariz que demora. 巴西伫咧2日新增加67860个确诊的病例，佫一改创下过1日的新高，全国累计确诊要223万人。不过卫生部长说讲，疫情拢伫咧掌握当中，还佫认为讲，即马南半球是寒天，所以确诊的人数才会持续增加。那秘鲁首都利马北边的蒙阿波，总医社的人员观察是一个一个放入去，秘鲁的医疗系统是已經制載袂掉。Las enfermeras nos dicen no podemos hacer más. Les agradecemos porque ellas son las que... Han caído 20 enfermeras, han caído 10 auxiliares de enfermería. No tenemos oxígeno, ya no tenemos cama, ya no tenemos oxígeno. ¿Cómo podemos atender a la población? 健康官员表示，甲3月到6月之间，拢总2万的病例分析完成了后，发现进前死亡人数拢估计了上少。Y a esto, luego del análisis que ha hecho este equipo, vamos a añadir 3.688 personas fallecidas que se integran. 这个负责人看红色棺木偷偷藏落，是真唔甘。Dolor que tengo en perder a mi esposo. 伫咧附近也有几个棺木一直跟入去蒙阿波。蒙阿波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近逐工拢有30个人至40个人落葬，英国逐工是5个人至10个人。即马大个人日头增加，大个位嘛要无够用，即马敢若会当待较晚咧。若玻利维亚6月初一解禁了后，感染的人数是增加6倍。官方日已表示，确诊的人数累计超过62000人，有2273个人死亡。另外，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区33个国家累计确诊超过400万例，要175000人死亡。若秘鲁、智利甲墨西哥嘛排入去全球10大疫区，拢有超过30万人去活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疫情，即马是要超过400万人去治疗武汉肺炎。伫咧英国2礼拜内就增加要100万人，而且第2回封锁的加州也变作是美国上界严重所在。另外，辉瑞药厂甲德国合作开发的疫苗也正在进行人体试验，若准证明安全佮有效，美国政府也要开大钱，成买1亿吨的预防射。加州日一天新增破纪录的12800外的确诊个案。总计确诊破41万例，超过纽约州，成为全国上侪一州。州长纽森讲，当关键经济活动中起人际接触增加，确诊数字一定会升悬，所以防疫工作绝对袂当放松。A sober reminder of why we put in that mask mandate her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 reminder of why we modified our opening as it relates to moving activities into outdoor spaces. 虽然病例数超过纽约，也毋过加州4000万人口是纽约的2倍，确诊率犹原是纽约州的1半。纽约州的病亡率是加州的4倍较侪。目前加州已经撤回解禁计划，再度关闭酒吧、餐厅、电影院、博物馆。观察名单35个阵的健身房、礼拜堂、商场、办公室甲沙龙也拢爱关起来。也呢，旧时代的铁头担伫新时代的阳光加州重新出现，应用历史方式封锁。当局这礼拜起允准美向美加业者伫户外通风场所、大会线下骹也是野引无超过1坪的布棚来营业，也毋过袂当进行热电也是车字等，需要化学药水也是禁止室内冲洗的项目。
疫苗研发也进入最后阶段，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联手研发的4剂疫苗中，有一支早期测试结果真好，上紧后礼拜将进入3万人的大规模人体临床试验。美国政府甲这2间公司达成协议，若人体试验证明安全有效，将以19.5亿买1亿剂，有到5000万人注2剂的药方式，也会当追加5亿剂免费提供给民众来注射。这个时阵，赶紧抢疫苗的，那只是美国。We have earlier made a deal with the UK government about providing them. We are in negotiation with man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川普重新召开的防疫记者会，身边已经无看的防疫专家踪影。伊日日从近日来，南部甲西南部各州确诊病例增加，归因伫前一阵仔整做抗争活动，少年人海捕甲夜店欢乐，甚至讲是无说过疫情增加，大量旅客跨过边境大入来。不过，伊犹原全力支持各级学校收回全面复课，强调家己真放心，互囝孙仔拢回去校园。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部分白宫职员办公室所在的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自创餐厅一名员工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白宫医疗小组已经完成接触史的追踪研判，传予他人的风险无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国灾情。中国的安徽受到长江甲淮河影响，大水灾情是更加严重。王家坝下水海水位变作是江洋大海。中国到今已经有27个省去互大水吞下去啊。不过真久拢无出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竟然无到灾区，颠倒去到吉林看农业发展。受到大水冲击，安徽罗江州大围段突然崩堤，正在协助民众撤离的军人爬落河水内，紧急送医抢救。惊险的1万年，也有一台大型怪手，因为大水侵蚀，土石崩塌，被冲入河内。好在当时无人伫基湖内，也因为前方危急，现场人员要求媒体赶紧撤离。差不多我们好的，去吧，这里也确实比较危险。然而，公港河地区合肥背西关有下开淹水，维护撤离的2位民众伫大家抢救脱离险境。中国有几个所在陷入大洪灾害，尤其是7月初2以来的特大变雨。安徽省有约400万人受灾，也因为风性形势复杂，安徽将面临长江淮河2线作战南北相夹的局面。位于河南安徽交界的王家坝，因为水位继续涨，7月20下洪，将近20万亩的农田变成大海，影响4个县市20万人厝拢无啊。到晚上肯定估计今天还要撤离。假不怕万一就怕那个的，假如有发大水怎么过来，我们还不知道走吗？昨天经过1天焦急的等待呢，我们并没有等到这个正式关闸的命令。而是在今天等到了。经过72点钟的下洪，王家坝总算等到关东门的命令，不过也被质疑王家坝放水是为了上保河人下保工所，牺牲安徽。中国大水灾害一直传出，自6月以来已经有27个省遭到大水侵蚀，经济损失4800外亿台票。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到灾区考察，颠倒出现的吉林。这次来主要是看庄稼，现在的长势很好，要保护好比。这是耕地里面的大熊猫。真久无露面的习近平到吉林查看农业发展，各个所在拢出日头，对比长江淮河流域，也陷入大水严重灾害，显得特别无协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健保债务是愈来愈严，健保署最近要规划起价方案，把现有的费率对5.1%调整到5.2%。那准会来实行，每人每年大约会增加100块的健保费。另外，慢性病处方签也要规划部分负担，上侪是每人每年3500块。健保债务情况是愈来愈大，去年亏损337亿，今年第一季嘛已经亏损75亿。即马传出卫福部已经甲行政院报告上新健保费率的方案，按算要甲费率为目前的4.69%调整到5.1%至5.2%，未来调整了后，一年差不多加纳100块。先把明年的一个总额的一个成长率定了之后，然后才会来计算说未来它这个安全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在健保会才来决定一个方案。台湾的健保费率伫105年为4.91%调降到4.69%了后，已经有4年无调整啊。伫健保收入逐年伫减少的情形，按算明年健保安全准备金会是伫9个半月以下。
因为安尼爱照健保法的规定来重新调整费率。另外，为健保署的统计嘛会当发现讲，去年健保检验检查的费用申报是达到955亿，占总支出12.5%，药的费用嘛有2083亿，占27.2%，拢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嘛有规划要加收慢性病药单的部分负担，为免钱增加到100块或者是200块，嘛会拟定检查费用年度上紧绷的限制。初步估计，每一个人一年上济是家己负担3500。你在门诊你有做这个像是 CT 电脑断层或磁共振 MRI 或 PET 正子造影的检查，这3项检查其中一项就会到达这个300块的上限。可能要有这样检查这样的项目，或要用什么样的药物的时候，民众其实往往是很难判断说这个东西对自身其实是必要或非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医改会的一个立场会比较希望说，其实是强化医病沟通以及民众知情权这一部分。医疗改革基金会认为讲，政府伫咧计划要起健保费，也阁有考虑民众部分负担的时阵，嘛爱清点敢是有非必要的检查，亲像患者转诊去到另外一间病院，敢是会阁加做一届一模一样的检查，安尼才会当避免浪费医疗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6月是毕业季，英国真侪毕业生伫咧毕业的时阵就是定义失业。不过，伫今年6月，失业率煞是比顶个月有较降。由就业辅导中心发现讲，即寡少年人若准是量早准备，通常也较有机会。台中市就业辅导中心求职者当得写履历，嘛伫问相关的工作机会甲福利，毋过一个叶先生，拄今年3月份到达，一直找无适合的工课，工作机会嘛以仓库管理较济。大概找了好几份工作其实事实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那有些企业老板你就是听到47岁他就那个就业环境无一定对每一个年龄层拢真友善，毋过对主计总处公布的数字来看，6月份失业率是3.96%，甲顶个月比起来是降低0.11个百分点，甲英国6月份比较时阵拢会提高失业率无共，今年无变悬，颠倒降低。可能今年在进入毕业期的劳动力的人数的部分有相对的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从我们资料研判，就是说可能他们在找工作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相对的慢一点、晚一点内需环境好的情况之下，所以前面那些失业的状况变高的情况之下，最后面在内需环境趋缓情况下，这个失业率是会下来的。台中市第一线的就业辅导人员观察，认为讲是因应疫情提早部署来进行校园青年职业规划、产业回归，对少年人的需求增加。那依照现在的社会的趋势，还有产业结构性的改变，提早规划出让在校生、应届毕业生能够就业。主计总处国势普查处指出，伫咧疫情之下，景气预计无好，卖互求职者心态较保守，转换工课意愿降低，也是讲对新工课接受度较悬一寡，尽量避免互家己失业。毋过整体失业率3.96%，也是比去年同月提高0.23个百分点，是最近7年同月份以来上悬的。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因为疫情关系，延后一年，伫明年的7月23日举办。台湾这边的团体服饰今仔日也展出来互看咯，毋但有台湾建筑的花汤元素，也有台湾工艺设计，规领拢是正港台湾味。穿中华队伫东京奥运开幕式要入场的衫，这是这束衫的特色。阿嬷王助理李凯头一届电视服装，互大家看，是感觉真紧张。详细看这束衫，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配白色的9分裤，看起来是真素格。咱那外套顶挂的花草甲柳啊，嘛有设计师周如影真有意义的设计甲想法。那窗花其实是台湾，我相信是所有民众的集体回忆。我们在漆器上面可以看到，我用了这玉山的图案，它的侧边呢有6道的彩虹，除了象征奥运5环这个精神，也把我们亚洲平权的概念让大家知道。周如影是台湾第一个登上纽约官方时件服装发布会，也就是登上时装周的设计师。参加评选评鉴的时，把台湾代表性的文化用创意发挥出来。咱那入场的衫是选用有台湾专利的永续环保布料。甲回收工业废料，重新制造，密翕快搭布料，够有春秋，真符合选手的需求。设计感也有，然后舒适度也够，然后真的很符合我们选手的需求，就是它非常的有弹性，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可以。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干净、很利落啦，对，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次年轻人去出征。
抓着咱的国手郭幸顺、收水的国手王冠宏，甲拍乒乓的头人林文如等等的选手，是穿台湾高级定做衫101的本国强所设计的几丝团服。主要用蓝色、白色、甲红色这3种色水，适合无同款的场合。选手讲，受到疫情的影响，7月24原本应该是奥运爱开幕的日子，加在台湾防疫做了袂歹，还佫会当正常做训练。另外，还佫有机会展示服装给大家看，也是袂歹的经验甲学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鸟型圆圆，6月底拄生第2胎，却因为幼囝受伤，所改做是人工界饲恁。台北市立动物园也正开始做准备，要互因母囝团圆。打出世就离开妈妈的鸟鱼仔囝，经过20多天以来，已经是原本的5倍大。园方替伊号一个小名，号做柔柔，20家带去妈妈的产房外口，先将2个微问题的囡仔点管，互因来片，增加熟悉感觉。加长工则佮家己理由服我，伫个产房外口，鸟鱼仔囝若叫妈妈就甲伊钱。过过一天，鸟鱼仔囝身躯是藏熟悉的白色物，妈妈挖过的时阵，用喙轻轻甲伊含咧，佮用头前骹甲伊换掉咧，甲第一台比起来。也保护囝的模样同款，啊，毋过较宁静。没有出现第1年的时候那种比较哀嚎的那种声音，他的确会过来舔他，可是他的反应是比较平静、比较淡然的。伊也甲囝抱咧，甲伊治，刺激伊放西药。无仔囝斗阵6点外钟了后，结束第1回合。事发较日，让鱼仔囝的体重有增加，判断应该是有食冷。而且为着要互因2个人做伙，园方会准备做甲真够，佮有做一个分身的红仔，内底放鸡卵，测试婴仔抱囡仔时阵，力头敢会伤过重。主要是小崽受伤的一个风险，再来就是幼崽它的那个温度调控其实机制不是很好，那所以这个室温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上无有10个人家己去照顾2只鸟鱼。查某组一天出笼2摆，工作时间较长；查某组24小时轮班，用心来照顾鸟鱼仔囝，毋敢放冷。园方笑讲，大家拢好面，目睭拢变甲鸟鱼同款是乌脸。啊，若是当时柔柔才会当完全转去婴仔身躯边，园方讲爱豆豆来。顶一届婴仔是用6天的时间，即届无排除讲时间会当变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热天有影真热，这款高温也互垦丁甲小琉球附近海域的漩涡出现白化。若准这款高温度一直继续，无法度冻热的漩涡品种可能会愈来愈严重，甚至是死亡。水底下这一丛一丛白化的漩涡，是因为高温造成共生藻离开漩涡。若是温度有降落，共生藻就会恢复回来。但若是天气一直热落去，白化的状况若是继续落去，就会造成漩涡死亡。最近海水的温度大概都高于摄氏28度，因为山土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大概介于20到28度中间。你如果说温度太低或者是太高的话，珊瑚就会有白化的现象。今年热天的连续高温，互垦丁甲小琉球附近的海水的温度升悬。景观处甲海参馆最近调查发现，这两处的漩涡拢有白化的现象。中研院研究员嘛发现，东沙岛有部分的漩涡同款有白化的状况，互学者非常的烦恼。台风形成了以后，它会大范围的搅动这个海水，那把深层的这个冷水跟温暖的这个浅水做交换，所以水温就会下降，那就可以解除这个海洋温度过高，那珊瑚大白化。最怕的是说这个南风也不强，就是天气非常好，然后热水就没有办法消散的话呢，这个对于珊瑚白化就很影响。所以小琉球南边有没有跟垦丁的南边有没有面向来的山林是最危险。极端气候造成的生态问题，真歹用人工的方式去改善。学者嘛呼吁，也是爱对基本做起。若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伫生活中尽量减少碳排放量，嘛会当减轻地球生态的负担。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中绿川水环境改善工程，这个计划是要重现1950年代绿柳川的吊卡楼的景观。台中市水利局22公开设计图，说互地方民众接起讲，这个形体袂输货柜共款，做好恐怕是会真奇怪。台中市南区民生路河边的一边还佫有老建筑，不过另外一边的吊楼已经无去啊。即马水利局想要直接起一个仿的吊楼啊，用歪矮的货柜，加上无新无旧的钢板，甲双沿的厝顶等等，重新呈现迄当阵的城市基地。22公布设计图，计划用货柜的形式来做，不过互地方的民众质疑讲是感觉怪怪。
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让它原始重现，我比较建议的是说，可以让它像比较现代化的设计啊，并不要说是一个放在一个这么突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台中市立柳川，伫咧国民政府迁台了后，初期稳准外省籍移民因何去厝内住，后来这个居民豆豆转变做为庄脚来都市拍拼的人，伫这个大城市要甲人徛起的第一站，伫南区民生路26巷，上尾一间吊楼去互拆掉。嘛渐渐互放袂记哩。社会工作者詹秀珠长期做台中城市的记录，提案重新呈现吊楼啊，希望民众会记哩遮用过的模样，甲这段互城市发展的基地。那这个地景已经消失了，可是它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共同记忆，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点，就是我们的绿川柳川，它曾经有那么多吊脚，但现在已经恢复美貌，可是这一段历史不可能磨灭。提案人表示，因为受到台中市水利局的限制，柳川水环境改善工程的经费敢若有200万，若会规的形式只是初步的想法。台中市水利局是表示，若是居民有无同款的意见，会阁做沟通，希望会当伫咧城市基地甲地景结合之间，得到一个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台语新闻专题。台湾的嘉宾湖有人甲号做是上帝留伫人间的拿宝礁，伫遐有10外位爬山界高人，规年趟天拢伫这个山屋做管理员，伊毋但守护山友的安全，也感激乌熊，因拢发挥无共款的专长，也有讲袂完的故事。脸部，然后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个撕裂伤，那个必须要缝合。关山下晡单位讲上大雨，造成一名登山客摔甲流血流地。另外，有一名领队来讲，伊的队员超过时间还袂回来，人甲自然总是不管是互山区的管理员种种的挑战。不过，嘉宾湖报道山区的管理员唱灵唱好，大种状况拢发到一一百度。我们的山屋管理部分哦，那有一个米亚桑的一个团队，那他们的团队的组成是非常专业，个人认为是国内顶尖的一个高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组织啦。他们本身成员都是爱好山林的，都是非常专业的登山向导。高歌天我的廖文泉是户外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找袂着方向，是甲才少年兄来爬山找家己。担任管理员这5天以来，特别轮班就伫山顶待10天，24点钟待命。对遐无听口劝，互家己徛伫咧山顶的山友，伊想起来是又阁好气又阁好笑。因为消防员讲你8点嘛，暗时到袂了，上紧明仔载，伊敲电话来妈讲，妈。我报警啊啦！警察无来救我，叫我今仔暗时啊，家己想好啦，我可能过袂去啊啦，就开口。阮管理员都行到后壁阮管理员啊，就听伊口了再过去啊。除了守护山友的安全，这管理员阁负担山林教育的功能。这讲是有要挑战高难度的山 K2， 外号张伯清的登山家张元迪来主讲。在山屋，然后做一些登山知识基础的分享或者宣导这样子。对，那虽然可能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还是有蛮多人可能不一定会知道。管理员伫游客入来到登山口，带入去山区啊，也是接本钱、食饭后这时间，一来解说无分界的山林，人甲嫌小拄的守则。另外，把鼓励山友协助步道的修理，加派1公斤的沙石仔上山，为步道的维护来尽一份力。真侪人原底敢若为着嘉宾湖来行这抓，不过因煞会当甲规片山林的水拢总炸转去。台湾西网社其实吼，逐项有啊，有自然有人文啊。你像我上介古道就是安尼啊，因为古道有真侪故事啊。古道专家吴冠豪老师伫班的时阵，毋但感激乌熊、捌找水路，登山的经验要我30担，带更较侪人加入山林，是伊一生的志业。10外的登山界高人，全年无休困伫咧关山轮班，就是要做山友上坚强的后盾。记者尤一金林昆明台东报道。接下来，咱看在地故事。为着要走找故乡的故事，屏东高中1年的学生就发现以身躯边的万年溪做主题，收集各种资料，展现伫网络顶头，制作一本线顶的活历史。
点开这个号做兵兵之号，延续万年新希望的梦夜。屏东市万年溪1904年的景象就近在眼前。毋但有旧相片，就连卫星云图、水彩图和历史影像，侪项所在拢夹伫咧这个网站。设计者是屏东高中这1年的学生。找了很多，还有自己拍的，还有跟一些政府机关拿的图，还有这个也是我自己画的啊。这个图是我要呈现它当时两岸的发展。这个河道在2个不同的年代会有一点落差，比如说日治时期的一些经济上的考量，所以改道。为着展现万年溪的演变，宋正宪、陈良武和颜传义3个学生对收集图像、文献、旧相片、到拍影片访问居民，设计网页拢做伙合作，整理出万年溪的历史，也呈现现此时万年溪去防污染的情形。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万年溪的重要，不要就是只是把它当排放的水，然后就是可以跟它更多的互动。整个万年溪的发展跟严格做一个很彻底的阐述，我觉得对于了解我们自己家乡屏东市有很大的帮助。宋正宪、陈良武和颜传义费心神找找故乡河川的故事。即阵这个网站也伫咧第6届全国高中级 Story Map 校园故事地图的竞赛，受到济人注目，得到冠军。成功甲无共世代、无共面貌的万年溪记录起来，真做是山顶的活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位国校的台语老师林立玉，伊发挥创意，做真侪有趣味的教具，用伫咧教学顶头，也吸引一寡学生囡仔伫咧遐学台语，也会当哪算哪学台语。高雄内门山区的木沙国小，2年囡仔当地复习罗马拼音，这节课因足期待。是爱生。看到老师准备的纸台，囡仔目睭都光起来，想要伊嘛想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佮有另外一种纸盘，互纸伫纸盘内底软崩空，囡仔嘛算甲足欢喜。这节台语课，老师准备的，还佫有会使学12生锈的转盘，互囡仔等18刀啊学拼音。对囡仔的反应，就会使知影因敢有兴趣。那算的时阵吼，尤其是有竞赛，我要记的，学起来啊。木沙国小的陈老师伫高雄4间国小专门伫教台语，伊利用这个教具，其实拢是这位凤林国小老师林立玉的创意，而且拢是林立玉亲手 DIY 做出来的。佚佗物啊，会引起因的动机啊，目睭就会紧起来安尼。啊，所以我才会想讲，咱其实拢是囡仔互我的灵感，咱等下想一下讲，到底应该做啥？咧练拼音的时阵，迄会当拼出无共的物件。啊，你什么上厉害？纸台。纸台上厉害啊！这8天来，林立玉老师利用纸批、纸仔、干录这些物件，做成各种教具，连伊查某囝拢来斗3工画图，希望会使补充台语课本的不足。伊发现用这个教具来教囡仔上青分的罗马拼音，因接受度真高，所以伊嘛把这个教具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伊伫台语文教育真用心，伊讲只要囡仔爱着讲台语，伊就是成功。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骹，互金龟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龟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溜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因过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骹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去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龟天石帮，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龟，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溜、牛仔、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牛屎龟挺石帮，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版，搁较侪种无同的牛仔。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